这学校营养午餐食免钱，不过煞无同步来检讨这食品的品质，也有能力甚至是设备的问题。有教师、营养师甲家长团体呢是出面来指出讲，若准长期安尼做落，恐惊会影响囡仔的健康，所以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来通过学校供餐法。 学校老师、营养师和家长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因认为这县市已经提出营养中昼顿免钱的政策，却无去讨论讲要安怎提升中昼顿的品质。有教师团体提起讲，地方政府有可能为着要让中昼顿通免钱，对教育的经费支出就较减少。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包括设施设备以及教学品质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或中央都会以经费拖延。 那会不会实施了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午餐？这个经费来自于教育经费的一个排挤。 营养师工会嘛指出，营养中昼顿唔是费用少人出钱的问题，关键是爱把经费提出来，补充营养师的能力。扫卡设备，因认为这才是政府爱做的，重点唔是省钱，是爱让学生食了健康。现况是根据学校卫生法的规定，是40班以上才可以配置一个营养师，不行还不打紧，还要有厨房。我们用113学年度来看的话，真正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学校，大概只有15%到20%。也有家长团体认为会当配合市农教育，真侪做父母的甘愿加开一寡钱，嘛想要让囡仔会当食到在地有机的农产品，唔但健康，更会当帮助到在地的农民。 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专法，让学校可以灵活一点，用一定比例的选用在地友善的农产，而不是到最后被迫你只能选择最低价。 民团呼吁政府赶紧立法通过学校供餐法，让营养中昼顿会当通建立伫咧合理的绩效调整机制，唔通让学生的健康伫咧政治操作当中去用牺牲掉。记者李亚轩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